镜头搁转来咱国内，咱来关心台东的浸水营古道，昨下晡是有一阵对屏东过去的学生囡仔去爬山，去拄着虎头蜂攻击，有3个人送病院，其中内底41岁带队的老师，互蜂顶30外扑，是昏倒了后，消防人员赶紧甲伊救出来时，伊还阁有意识，抑阁送到卫生所的是已经昏迷。另外，阁有2个人因的性命现象是较稳定。 被救了，倒伫咧担架顶头，准备要送病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的，是互虎头蜂攻击的41岁带队。伊带着自屏东来的学生登山团，日下昼伫咧台东的浸水营古道往大武乡加入帮步道出口差不多2公里半的所在，拄着虎头蜂。我的伙伴，他可能 步伐比较快吧，但是他就是一到一个转弯处就跟我们讲说有蜜蜂，然后会攻击，他直接说会攻击，他就讲他赶快叫我们往上跑，不要过去，他就一个人就在那边。好工仔带队看到了，赶紧提醒大家，大部分的学生拢闪过，无互虎头蜂攻击。这个呢，16岁查甫学生、19岁女学生，一个带队总共3个人互蜂叮到，2个学生家己落山，救护车甲因送去台北卫生所，无性命危险。因过带队的脚车边啊，互蜂顶30几步无法度顶动，消防员去山顶解救。因为它风蛰的情况比较严重，所以说它就没办法移动，然后我们的人就是徒步去接近，然后并给予3支波司命，然后让它的状况好转，然后我们以 SKED 的方式把它那个搬运至接驳点。 救援人员该搬落山，送台北卫生所。本来一个知影人费用是有偏低，验过生命现象稳定，但是伫转送马街边的半路，人煞昏去，紧急加派太马里的高阶救护队接手，该送去马街边抢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